身心之上。所以我们就是对这样子一尊殊胜的这个宗喀巴大师做礼赞祈求，那所能够得到的利益呢，将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不管是就供的利益来讲也好，殊胜的利益来讲也好，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而借由对他的祈求呢，我们也能够迅速的在相续中升起广大甚深又迅猛的智慧。在很多祈请文里面都有如此的提到，宗喀巴大师呢，他的心绪整个相续呢，其实跟诸佛都是一样的，跟三种性尊，也就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他们的体性相续也都是一样的，以及跟阿底峡尊者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宗喀巴大师跟其他的本尊上师比起来，真的是非常与众不同、非常殊胜的一位上师导师，也可以说是在浊世当中特别珍贵的一个上师。所以说，就这篇祈请文，就这个心咒来讲，对我们来说是有其特别殊胜的意义的，是汇集一切悲智力的所有恶要的一篇祈请，并且呢的一个非常殊胜的心咒。所以我们就在持诵的时候呢，就应该以一种三门极为礼敬的方式、心情来加以祈祷。哦呀，Om Am Guru Om A Guru Banjadara Banjadara Sumati Sumati Kirti Kiti Siddhi Hong Hong Siddhi Hong Hong 다 이게 강간난 kirti레마도 kir디 말에 어디 야디디도 그게 디에나 넣어줘 kirti리 kirti 자파디 kir티스도 디 말에 디리 어야 那这里面呢，就是要念 girdi， 要这样子念哦 girdi。 뭐야 다 송가게 되네 이제 다 론도도 피차르레 안처럼도 뒤에 안에 대바야고 제제는 도체 배나 카시 게 담바데 샤차자 칸도 제도 게 담바테 무제 대대기로 소리지도 제 진짜 제지어 말에 배나 칸도 제도 산지 존내 내 되는 무 산지 되는 형과 말봐 칸도 제도 간데라제 저 제르무치 대 무되는 네가 말봐 쟁게르데 샘 쪼그르데 티바 매버서 아이서는 개 담바다 싸우는 예매는 안 가르쳐버려. 근데 걔는 예버대하고 좀 벌어봐. 걔 코랑 군대 내가 주 쉬버리 뒤하고 싫어래. 걔 코랑 그 티샵에 라우랭기 신지다 도도하고 불러. 걔 코랑 휴여바 나신기 소화땀나 휴여바 나신기 처럼 주도 그래. 어쩌다 대연도 빼나 단다. 다자고도 마셔도 뭐 주면아야 소화땀는 처럼 주고 알아봐. 지름부지 주면아야 소화단의 제일 누구야 알아봐.天南星 걔한테 점지 주면아야 걔한테 점지를 소화담나 제일 주고 그래. 어디지? 제가 당에 알려게 정부 망고 죽으면 전다 도도도 쉬어야나. 나처럼도 망고지. 그래 다마 가르쳐 우리 추선에 통해지 양심발 대지 또 저기 와라. 대연도 다대처럼도 대지 성수미 틈바 대지도 용거야 그래. 상수 밑에바디 전도고 로게 로에 온도 당주야 말이 담보 상수 밑에바 종연나야 게게지게 기초 손자 사자 카가를 대배였나요 람년래야 오체 울 나로를 댕에도 되나 코비게 침벌해서 두자래 마삼바체 대연자 갱게 기초를 삼내 차랑도 핀수 잠배선다 dembe고네 내 토바지 제게나 야고요 변난다고 차샤바에는 내 로주니 제게 다자고 좀 봐, 샤저도 보고 냥엘은 대비 예수 저라다만 대바 쪽지 쏘바 종바래. 대바 쪽지 쏘바 종네 안에 자좀 봐다. 안에 된대지기 솔직히 결론다 된대배 치 몸부지 가면 나네 순 돈바래. 대 산지 외송고 둘라 산지 외송고 진다 저부찌찌 생각 좋아래. 저부찌찌 생각 때문에 mellam 종바래. 미 좁제기 레유텔이야 좁아접네 수구텔라 미 레유 토바임바 좁아죠 토베 되는 면함 좋아임바 디 상주 요소는 쉬베 가네야 단디
마음바나 덤바 샤초츠베 덤발레야 데버조지 조바 용고야레스 이나야 두두 참말로게 라랑게 람냐솔롱나 타비 고방 탑 두고야레스 메레레 레유레레 토바티기 데버조지 가르게 좋다게 나시 제바 이나야 타비 고방 탑 투버도 충고야레제 소송도那以上呢，就是我供养给大家的，就是各种咒语。那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以一种虔诚、敬信的心呢，来持诵这些咒语。那这相信一定能够得到非常大的利益的。而师父现在逝疾了，已经不在我们身边，我们看不到他了。我听说有些人就是有时在礼拜、在持诵、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一想起师父就难过的无法控制自己，会一直很想哭，很想哭。其实我觉得并不用这样子，我们可以换个心情，换个角度来想。也就是说，我今天能够遇到师父，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比起那些连名称都听不到、见都见不到师父的那些人来说，我真是太幸运了。而就算现在我已经看不到师父了，但不表示师父已经完全离我们远去，我们再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这样子的。师父在未逝疾之前，他说了很多法，我们也留下了很多记录，我们都可以借由这些记录来缅怀师父，来回忆、来思维师父之前对我们所做的种种，以及他对我们所说的种种法要的内涵，都是值得我们再去思维的。而透过我们这样去思维、这样去忆持师父，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得到师父他种种无限的加持了。好比现在释迦牟尼佛他也没有在这个世间上就是出世，如此来帮助我们，但是借由他留下来这些经典，我们受持、我们读诵，还是一样可以得到他在世一般的加持的。同样的，宗大师也不在了，我们也都是可以就是去学习他所留下那些经典，那得到同样的加持。同样的，对我们师父呢，我们也可以抱着这种心情，看到这些经典，看到师父所留下来这些法语，我们就可以感觉师父仍然在我们身边，仍然在帮助我们，以一种师父仍然在自己身边的这种心情，继续的学习下去。你同样可以得到师父的加持的。那当然，师父逝疾之后，有些人可能就去了其他的团体，那没有继续待在这个团体里面，去了其他的中心。那不管你们要去哪里，我并不反对。不过呢，就是去了其他地方之后，我希望不要对就是以前所发生过的种种一切，乃至于说你现在看到的种种一切，就是随便的去说他的过失，甚至对其他人加以毁谤。我觉得这并不是很好的。同样都是师父的弟子，那就算是分隔两地，乃至于分隔多地，但是做的事情只要是一样的，不都是很好吗？所以在这边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佛陀入灭之后呢，就是有声闻18部，就是不同的部派呢，然后产生争论。其实这件事情在佛陀仍在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预言到了。当时就是迦摄尊者，他的施主呢，就是一位国王。有一天，这个国王做了一个梦，那梦见说有18个人在一个洞里面，然后互相的争论的结果之后呢，他们好像在争夺一块，就是一匹绸缎，一匹非常珍贵的绸缎。而他们这样争到后来呢，每人都心满意足的，就是各自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就是每人手上都有一匹绸缎，都有一块布。那这个国王就去问迦摄尊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梦？那这尊者就为他解释到说，佛入灭之后，将会有就是
后来我们在记载里面呢，就是声闻18部呢，那将会因为意见不同产生一些争论，而就会就是分成不同的部派。但这个梦，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块布，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他们还是都能够分得，就是在心绪中都还是能够获得佛法的精华，还是都能够依着不同的方式让自己达到不同的解脱果位。那这个梦的它的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预兆呢，是如此的。哦呀，今天接什么接公巴做呗接了，俺那干点公巴了呀，马修巴接，说话的马康的，今天来拍着你马个穷不的，这的现在都是忽然做肉给路边打工就送的，俺们来切吧，现在干点了马修能这个的，这当今天别急切，俺别塞吧接了呀。原来这张给就从西头生给老马的金巴包的，金巴包给差不多，公个tundu了，别额吧，因那样金大当现在每个钱呢，公个tundu了差不多马过吧的，差马过吧，现在公个tundu的，他马修吧就可能拍吧的，拍你就嘛就对这张生的，就买把它几把钱吧的差多了，就那现在给你就俺们蒙古穷下的，这样的他车上做给。现在给车上做鸡蛋接了，捐给我那么对不起，捐通过多那样，这捐的原来通往银行，说那马大帮给通往银，俺把要么的时候捐到我落的把，这不就就原天通往落过那把这钱呢，车上做长马落给，你看他把货上给吐过去，将就南街准备，我的这不穷的，这不穷我等天的前边俺们来今年给没晓得这钱，车上做平时推那么个托呢。这三节个点吧，七八吨整个装个被点吧来培养给来吨咱们都入土呢，哎，我晓得要的，这样子我天天的土里下呢要我。同样的，在中科巴大师事迹之后呢，甘丹寺那也有就是曾经就是有这样子传说，有些有些僧众呢就离开，那有些僧众呢还是待在寺院里面，并没有离开。等于就是说，还是就是说这些事情呢都是会有可能发生的。那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下密院来讲好了，就是当时呢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住持者就是紧巴茂瓦这位上师。那他之后呢？本来是预计要传给这个昆嘎屯住这位尊者的，那但是因为时节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就是把这个主要的位置呢传给昆嘎屯住这位尊者，那所以说这位尊者就离开了下密院，但也因为这个缘起，所以说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建立起了另外一座密院，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上密院。所以说，这都只是一种缘起而已，并没有说特别好或特别不好。因此呢，或许你们在心里面或在眼前上，你们可能会看到众人或整个团体之间种种的过失，但是知道就好了。其实也不用四处去宣扬，四处去毁谤，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观察他人做了些什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功德，帮助了我们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想着师父，他为了我们这一切有情，创办了这个宏伟的事业，同样都是为师父的弟子，那我们更是应该共同努力，为利益众生，为撑持师父的教法事业而努力才是。大家呢，不管身在何处，都应该同心协力，和睦相处。那这才是最圆满的。哦呀，现在咱大朝都中央都做个让给老板来接这样我去，有了推上面我去，那三十年都做了接头吧接单，今天起码车上做也那样，第八帮给我住，接单接了人生的差多嘛接不起，接了偏偏上了呀，我就当天天钱呢，那头吧接，那说那些呢，他把他们家呢说都有。而对在座的所有出家众呢，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在自己的学处上面努力的去持守它。
并且呢，也能够好好的在佛法上努力的去学习。不管就持戒来好，学习来讲也好，我都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的努力坚持下去。那对于平常与自己相处周遭的这些人，也不要怀着一种嫉妒、比较的心情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大家呢在一起都应该互睦合助，都应该互相的和睦，然后互相的帮助，这才是最好的。那我也会常常为你们做祈求，希望呢你们都能够和睦的相处在一起，一起为佛法共同的努力。最后我帮大家发愿。偏在地业颠巴西北他人眼多龙给南巴没有线颠北我说现在颠巴了。一切你别大多看我的说，老把说的我们真把人对别说今年的阳光性，大多西周叫我是的把它土地出去的这边这些说，但把人间出给马桥把桥江娘把的这边出的呢，年纪轻不，也让我这把也偏的萨罗的这把说，偏的就呢，但把他先。